大家平安，即摆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吼。首先，咱来看27首，我主上帝，吼。咱先来看几个歌词，吼，可能大家较无需要，要是较无把握的，咱看一下。首先看第一句，吼。第一句，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戆影，吼，戆影，吼，咱照这个圣诗中面的注音，吼，白话字读是戆影，吼。其实伫教会咱定听到戆影，哦，其实这两种音咱笑出来拢共款，吼，就是迄调无共尔，但是音拢是共款。咱照安尼讲是戆影，这个我去查一寡资料啦，我感觉讲，普通咱伫生活上吼，真少听到安尼讲。哦，原来这是厦门话，哦，厦门话的意思。较早的圣经，像巴克勒的版本，哦，就是用这个词，哦。即卖的台语，哦，的现代台语的圣经，伊就变着惊，搁奇怪，哦，伊个翻做安尼，吼，所以咱着了解这个意思，吼。咱搁刷落去看，吼，嘛是这页上下骹，所做一切工程，吼，工程，咱普通嘛会讲工程，其实拢会使，有时咱着照圣诗的白话字，咱照安尼来读工程，吼，搁落去一页，吼。伫迄福歌的所在，还是咱去福歌对，福歌你真伟大，吼，你真伟大，吼。好，搁来看第三段，哦，对，第二行吼，叫我转去天家，吼，天家，有时吼雄雄笑着，毋知笑什么音出来，吼，这天家，吼。好，咱即摆来笑第1节甲第2节，吼，来。
再来看176首，吼，176首听堂的神降临，吼，咱嘛是开始咱来看一个歌词的吼，第一节上落尾，搁落去一页，哎对，上尾3字吼，无无缘浅吼，无缘浅吼，搁来看第3节的第一句，第3节第一句吼，来，吼，愿主吼圣爱，吼树下，迄个爱，毋是讲听哦。是性爱哈，树下哦，树下，该一个这下吼，这华语的写哦，其实着人拢写一篇文章，拢总有七种读法，吼，足侪迄个社团吼，拢会分出来，讲看啥人读会出来，其实常常看到，咱无准备吼，真正大家笑的笑法无同款，好，咱来笑第一节。甲第2节就好，嘿。佮线照，咱来看444首，注列调明何等清澈。哦，咱来看第4节的歌词哈，就这句可能较困难尔，剩的拢还好哈。第4节，咱看第3行，类型工程匏匐，匏匐吼。以上，吼，迄个匏，咱看迄个暴富，迄个匏匐吼，伊是 pH， 所以咱要来发做 p， 哦，若是讲是 p， 就变有声的 b， b， 变安尼吼，所以这是 pH， 咱读做匏匐，唔通啊读做暴匐，吼，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吼，来。大
哦，歹势，伊这边是家天吼，家天空虚是名甲咱的姓氏袂啥共款，咱小调整一下，照 PowerPoint 来笑。好，今仔日的吟诗学乐到遮。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要尊重上主，咱的上帝。伫伊脚点的头前跪拜，以示至圣。做伙来吟圣诗第27首，27首，我主上帝，请徛起吟。我
请咱游玩徛伫，做伙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你是选调阮来得到愿望的上帝。你知影，阮是软呢不足甲软弱，虽然是安尼，你也要阮愿意清起阮，赦免阮的罪，互阮成做你的子民。你的旨意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互阮做你的囝儿。你的圣神保证阮，通承接上帝你所应允的产业，得到互属你的人，拢得到完全的自由。恩典的上帝，你守护阮天国的信息，有时亲像压伫石头地刺皮的种子，不下了后，阮就因为内心定军无侵，拄着患难也是迫害的时，就放弃。有时互生活挂入甲物质的迷惑来翕死，求你帮助阮来回应你的呼召，互主耶稣做阮和平的使者。特别是伫中国武力的威胁，利用民主来破坏民主的时，帮助阮伫充满挑战的世代中来挖靠你。着军队主的脚步，用信心、希望、疼心，一步一步来向你来行。这时，阮要教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来出声。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就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入室，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后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0篇，启应文第40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6章。咱做伙来启应。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高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宾天使，瓦地四号。圣在，圣在，圣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飞徛来我遮，将炭捂伫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做伙来吟圣诗第176首，第176首。听堂的神降临，请徛开言。
交者，咱做伙来祈祷。至诚的上帝，受你的约，甲你的诫命的人，你拢用慈爱甲信实来款待。通过基督的决定，你已经将阮的罪性的肉体，就是旧的人甲习惯脱起来，互阮将新的人请落去。这个新的人是照上帝你家己的形象，要继续得甲阮更新，互阮通真正认捌你。恳求圣神来引带，使阮谦卑温柔的心，互阮通过地牧师的正道，明白你的话，通过阮学习你的款式，改变阮家己的自我中心，换做是用基督耶稣的心志，因为安尼来成做信仰的见证。互人知影你美好的旨意，互心神善食忧伤，咬喙打下，伫你的神内面来得到安慰甲帮助。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三刻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13节。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13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乌西亚王过身迄年，我看见主坐伫真高的宝座顶，伊的长袍垂落来，盖满圣殿。伊的周围有沙拉弗、天使、活在树后，每一个有6支翅，2支閘面，2支閘骹。2支做10杯，因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上主万军的统帅，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口的军旗因为呼应的声摇晃，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的。我别忘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佮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中间。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上主万军的统帅，然后有一个沙拉弗陪我来我家，伊的手用火影对这段顶硬一块小小的炭，将炭捂伫我的嘴唇讲：但这个捂着你的嘴唇，你的罪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了后，我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阮出来去？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伊佫讲：你去甲这个子民讲，恁听佫听。毋过袂明白，恁看佫看，毋过袂了解。恁着互这个子民心顿，耳孔动，目睭花，才免得因目睭看见，耳仔听见，心明白，我倒转来得到医治。我就讲，主啊，着偌久？因讲，着甲城市荒废，无人住。厝无人徛，土地彻底趴荒，一直到上主将众人刷去远远的所在，正境内真侪土地受气杀。
念迄所在所剩的1/10的人，嘛会搁受毁灭。但是，亲像绿洲、上树，虽然互人抓起来，毋过树头要留着。遐个树头是神的作为，愿上帝的话，互咱受到邀请来回应伊的呼召。下面，咱要请圣乐队希望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天父请听阮》。这时，请陈牧师来正道。题目是《上主呼召以赛亚》。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希望诗班再去用天父请听阮这首非常水的歌引带咱敬拜上帝。这是一首祈祷的歌。嘛是决志要献心的歌。
咱今仔日进入到以赛亚第6章，今日这个经文可能是咱伫以赛亚中间非常熟的一段就是以赛亚受上帝呼召、献身，成做伊的使者的故事。可能咱会想，为什么以赛亚受召的这个记载，爱到第6章才出现？咱若看耶利米书还是以西结，拢是伫第1章一开始就讲起因受呼召的故事。学者有真侪讨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章的经文本来就是第6章到第9章规段的一部分，迄是一个历史的回忆的故事。有人甲叫做以赛亚的回忆录，所以后来编辑者就甲这段放伫这个第6章的所在。因为头前1章到5章已经讲起这个亚述可能会入侵以色列的故事，接伫第6章后壁，要进一步要将这个主题搁较强带出来。有学者认为讲，有可能第6章放伫遮，头前1章到5章有先有做一个背景，因为咱今仔日读到第5节的所在讲，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住伫无清气的人的中间。所以第1章到第5章先要介绍讲，为什么叫做嘴唇无清气的人？伫遐指出讲，以赛亚咧宣讲信息的迄个所在，其实充满贪心、骄傲、酒醉、不义、压迫、凶杀的即个处境。特别咱读到第3章第8节，伫遐讲，即群人是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无一项无违背上主，公然侮辱上主的人。所以1章到5章先甲即个上帝子民的迄种背叛介绍了，才用以赛亚受呼召来做回应。这是另外一个可能。今日这章会当分做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节到8节，以赛亚受呼召的故事；第二部分是9节到13节，咧讲起伊爱去宣讲什么款的信息。伫这个规章内底，咱会当看见有3个主题，3个主题也拢相关。头一个主题咧讲上帝是神圣的，伊去用称作以色列的圣的。第二个主题讲起上帝是至权的，最后一个主题咧讲起上帝子民心足硬，应该爱悔改。伫规段经文内底，值得注意的就是以赛亚特别用迄种人的感官的动词，讲起目睭，讲起耳孔，讲起心，所以动词讲听见、看见、明白，真有意思是1节到8节讲起以赛亚清清楚楚有看见、有听见，但是9节到10节，伫遐讲起这个子民看无，听无，心无法度晓悟，诚做一种对比，这也是今仔日真要紧经文的主题。下面咱就来看这2段的经文。一开始6章1节，先知伫遐讲起乌西亚王过身迄年，这约略是主前736年左右，所以以赛亚开始做先知，拄好是朝代变动的时阵。然后伊讲：“我看见主，我看见主。”规个圣经内底对人看到上帝有2个传统。有一个传统认为讲，人会使看到上帝，出来记记民数记拢有这个记载。但是嘛有其他的经文咧讲，人袂使看到上帝，看到上帝人会死。
譬如出来集记19章21节就有即个表达，吼。所以有可能早前的观念到后壁有改变，吼。较古早的传统，甲认为讲人袂使看上帝，到后来慢慢变做会使，吼。啊，以赛亚是较后期的传统，伊讲伊看见上帝，上帝坐伫真悬的宝座顶，吼。真悬即字原文是两个分词，高举，佮另外一字讲被举起，吼，用两个悬的表达，要表达讲上主是真正悬的，吼，真正悬的至高的上帝，吼。啊，咱会记得以赛亚内底足侪解讲起，歹人想要高举家己，吼，但是安那高举家己的人会去用降卑，吼，去用降落来。然后也讲起上帝坐伫宝座，宝座是王冠的意思，吼，表达讲上主久长要坐伫迄个权力的顶头，无亲像世间的君王，随时拢会过往去。吼，咱第一集就读到乌西雅王过往去，吼。即个上主坐伫权冠的所在，即个概念，咱若读到第3以赛亚的时阵。就会注意到讲啊，又开始有观念有一寡改变，特别真出名的以赛亚57章15节，伫遐讲上帝坐伫悬悬的所在，但是伊嘛住伫谦卑甲痛悔的人的中间。上帝毋是敢若悬悬高高在上，上帝嘛道成肉身，住伫人的中间。进入第2节。讲起一个真特别的形象，撒拉弗天使。撒拉弗伫以赛亚拢总敢出现4届，而且出现2届。到后壁14章、30章，佫出现圣经拢甲翻做德杯的灵啊，德杯的灵。所以这个撒拉弗的形象可能甲蛇有关系。啊，有一寡中东遐的文献。认为讲，这甲埃及的迄个君王的守护者可能有关系，吼，是蛇的形象。啊，圣经讲啊，有6支狮，2支狮咧背，2支狮咧砸面，2支狮咧砸身躯。吼，这个形象是咧表达对上帝专注、尊重的态度。所以天使咧边仔服侍上帝。伫教示咱怎样对上帝表达一种尊重的态度。到第3节，伫遐讲圣在，圣在，圣在，因伫遐彼此伫遐对唱，圣在，圣在，圣在。这后来诚做咱基督教礼仪，还是诗歌内底真要紧的。咱讲3叠圣哉，这拉丁文的这个弥撒曲内底迄个 Sanctus。就咧唱即个圣在，圣在，圣在。讲起圣在，圣在，圣在，拄带出以赛亚的即个神学的主题。上主是神圣的，上主是神圣的。上主的神圣代表伊是超越的，代表伊是一个完全甲人无共款的他者。这专人的他者，即字是真个神学家。真爱用来表达上帝，上帝甲咱完全无共款，伊是一个专人的他者。吼，啊，咱会记得顶礼拜第5章15节到16节，伫遐讲起上帝通过伊的圣洁，要来完成公平甲公义。吼，所以而且讲起上帝是神圣的，毋通袂记得神圣甲公义是绑做伙。神圣就代表上帝要爱咱行公义，行公义。最后讲万军的统帅，就代表上帝就是大君王。啊，正天使徛伫伊的面头前，就敢若万军共款。伊的阳光充满全地，这个表达上帝是值得倚靠的。这咱搁读落去到第7章、第8章的时阵，先知甲亚哈斯王讲：
你毋通想要去瓦靠亚述的军队，你爱瓦靠万军的统帅。上帝荣光才是通瓦靠的。到第4节，伫遐用进前伫西奈山的景象，上帝伫西奈山显现向摩西显现的时阵，伫遐讲迄个地基伫遐摇拽，有真侪烟，真正粉伫遐咧显现，伫遮共款用门的根基咧摇拽，圣殿满有烟，咧形容迄个上帝临在神圣的迄个景象。到遮咱看1节到4节，描写一幕真特别的景象，就是上帝神圣显现的一个景象。所以到第5节，咱就读到先知以赛亚伊的回应，伊讲啊，我有知的啊，我有知的啊，这是足戏剧性的反应。为什么伊家己会讲我有知的？伫遐讲我要灭亡啊！因为看到上帝，就看见家己的罪，真惊家己的罪受上帝审判，所以讲我要灭亡啦。然后伊讲，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中间。这段话无容易了解，什么叫做嘴唇无清气的人？是毋是讲嘴拢咧讲歹话？咱若去参考以赛亚后壁真出名的一段经文，29章13节，伫遐讲，这子民用嘴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但是因的心却离开我远远。所以伫遮讲无清气，嘴唇无清气，毋是咧讲啊，嘴拢咧讲无好听的话，是咧讲嘴唇表现一种形。内心竟然是离开上帝远远，这是一种宗教的虚假，还是无敬虔。最后伊讲，我的目睭看到王万军的统帅，先知看到上主至权神圣，家己感觉家己有知的啊，这是人的真自然的一种反应，也是真要紧的宗教经验。咱看到最后结论的时阵，咱就倒转来思考这个神圣甲无清气这个关系。第6节，撒拉弗对祭坛夹一块烧烧热热的炭，捂伫先知的嘴。先知的嘴代表伊要成做上主的代言人，要替上帝宣讲信息，所以嘴唇得到洁净真要紧。然后讲罪过，伊的罪过除去，伊的罪恶得到赦免。伫遮罪过甲罪恶，伫头前5章内底，拢是咧指这犹太子民，包括这领导阶层，包括人民，拢活伫罪过的中间。但是伫遮，先知以赛亚得到洁净，罪过得到赦免，安尼伊就有资格来成做上帝的使者。对第8节开始，咱看了另外一段咧讲起，伊要怎样宣讲信息。第8节讲听见，伊听见上主的声。这甲第1节讲看见，咱都要讲真要紧的感官的动词。伊有看见，伊有听见，但是呢，咱看读第9节、第10节。上帝子民看袂见，听无，因为感官是真钝的啦，真钝的。然后伫遮第8节，就是上出名的迄个对话，咱读以赛亚书内底上出名的即个对话。伫遐讲，我要找啥人，啥人要为着阮去啊？以赛亚伫遐回应讲。我伫遮，请找我。这毋是干那伫以赛亚出现尔，这真侪以色列的文献，还是中东地区的文献，拢有即种差遣的即种的仪式，表示讲通过差遣，
这个事者得到授权，伊是正当的一个发言人。第9节讲起伊安那要讲什么信息伫遐用一句真强的话讲，这的子民。咱知影伫旧约圣经内底，上帝讲到以色列人，通常拢嘛讲我的子民。伫遮讲这的子民，表示讲上帝伫遮生气，要甲因保持距离，袂甲因有一种亲密的关系。然后讲听搁听。毋过袂明白，看搁看，毋过袂了解。听甲看伫遮拢是强化的语气，表示讲恁真正有听到，你真正有看到，你袂当提示。所以毋是听力还是视力的问题，是心的问题啦。无心啦，无心要知影，无心想要听。第10节是今仔日经文内底，互咱感觉上沉重的一段经文。伫遐讲，先知你着爱互因心顿，互因耳孔动，互因目睭花。然后佫落去讲，惊了因安那，惊了因目睭看见，耳孔听见，心明白，活倒转来，得到医治。而且上面讲起。这子民若要真正恢复敏感的感官，因就爱悔改，亲像以赛亚同款，悔改才听会见、看会见。但另外一方面，上主伫遮的心意真强，伊哪亲像无爱遮的子民倒转来，伫遐讲恐惊因活倒转来，得到医治。这也是一个今仔日真要紧的信息。咱敢若结论，再过来讲这项。11节听到这，先知真着惊，伊用诗篇内底哀歌定定用的问题，问上主讲：上主啊，着偌久啊？安尼是要偌久啊？这人心硬到大时啊！这种的对上主的质问，还是讲对上主的一种控诉。而且是表达一种哀伤，还是讲毋甘啊？这子民心硬要到大时啊？上帝，你敢无要停落来吗？结果11节下半段一直到13节，上主用一系列的话讲，着爱到什么，着爱到什么，着爱到什么。咱听了一系列，拢是灾难的这个处境。上主讲，着爱到城市荒废，无人住，厝无人徛，土地彻底荒荒。上主要将众人刷去到遥远的所在，境内土地受气杀，连迄个所在所剩1/10的人，嘛要受毁灭。这段真长的描写，有人讲咧讲亚述军队入侵的情景。这咱第1章75章9节已经读到，但是后壁讲刷去真远的所在，真明显是咧指第2届犹大国受掠去巴比伦的情景。不管是亚述入侵，还是受掠去巴比伦，伫遮咧表达的就是讲，以赛亚一生咧宣讲信息。拢爱面对这阵心中硬的子民。今仔经文到最后半节13节的后半节，才互咱读到淡薄仔的愿望。伊遐讲亲像绿树、橡树，去互人吵起来。绿树甲橡树伫第1章甲第2章拢捌出现过，伫描写受掠的以色列人去互吵落来。但是后壁最后一句讲，毋过树头夭老咧，树头夭老咧，因是圣的族类，圣的族类。伫遮有讲树头会留落来，树头就是代表迄个受掠以后的渔民，剩落来遐人。
这将来诚做咱以赛亚书足要紧的主题。哦，树头嘛有可能到十章第1节底下讲亚西的军呐，要搁生出一支军。哦，有可能指向是弥赛亚的黄芒。吼，弥赛亚的黄芒。各位兄弟，咱今日读这段经文是真戏剧性的一段经文。吼，啊，咱会让为遮来学习几项代志。头一项，今日经文内底，以赛亚看见上帝迄个神性，煞伫迄个神性的中间，认捌伊家己是无清气的。看见神性的上帝，认捌家己是无清气的。咱想象今日这个情景，哦，以赛亚敢若去用提升到天庭的所在，看见迄北神圣的图像，驻坐伫足悬的宝座，伊的衫垂落来，盖满圣殿。周围呢有撒拉弗伫遐徛咧树后，6支膝、2支咧背、2支查面、2支查骹，伫遐服侍上帝。然后因彼此伫遐对唱：圣在，圣在，圣在。上主的荣光充满全地。当伫遐俄罗的声无停的中间，以赛亚佫经验到圣殿的门军旗摇拽，规个圣殿拢满是烟呐。即摆神圣的上帝临在的景象。互以赛亚足强烈的反应，讲我有知的啦，我灭亡啦，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各位兄弟，这种经验着上主神圣的迄种，咱讲压倒性的感受，吼，这英语讲 overwhelming， 互你挡袂牢迄种感受，神圣的感受。直到以赛亚伫第5节。嘛有同款强烈的反应，伊对家己有过去毋捌有的一个全新的感受。伊感受到讲，伊是无完全的，伊是未堪的，伊是无够格。这三个表达：无完全、未堪的、无够格，表示体会到家己的有限，体会到家己的。无路用哦，所以伫遐听见天使伫遐一直咧唱歌俄罗上帝的时阵，伊也对家己的未堪得做出描写。我有知的啦，我要灭亡啦，我是无清气的。加尔文伫以赛亚释义内底讲到这段的时阵，伊讲以赛亚这个时阵。已经啥物拢毋是啊！哦，已经啥物拢毋是啊！经验着上帝的神性，互伊感受到家己是完全无路用的人。会记得第1章第4节，先知伫遐谴责犹太人的罪，当伊将家己也藏伫迄个犹太人的群体中间，伊嘛是有罪的人。以赛亚这段经文，互咱想到真出名的宗教学者Rudolf Otto， 伊伫20世纪册写一本真要紧的册，叫做《神性的观念》。伫这本册内底，伊用拉丁文迄个 Numen 就是着惊，描写讲神性带互人2种感受。头一个就是互人着惊。华语讲战栗，吼，惊甲毋知影要安怎。但另外一方面，神性呢会互人着迷，吸引。神性着迷，互人着惊，着迷佫要甲你吸引，这是神性真特别的经验。这种的经验会互人知影讲啊，我是有限的受造物。咱的受造的意识会伫神性中间来学习到。我毋知影咱兄弟捌有这种神性的经验无？敢捌有经验着讲啊，着惊，佫敢若
足受吸引迄种感觉。我无啥物特别的宗教经验，但是我有大自然的特别的经验。我伫美国读册的时阵，一届去受派去德州的迄个达拉斯开会安尼吼。啊，我暗时坐飞行机，飞起来，飞行机飞起来无偌久，机长就宣布，咱头前有一个足大的 thunderstorm， 一个足大的暴风雨。但是呢，免惊，我会为边仔驶过去安尼吼，为暴风雨边仔驶过去。啊，我坐飞行机通常拢坐咧窗仔门边啊，伫窗仔门边仔伫遐看，规排拢是雷雨包，一粒一粒一粒，点啊死哪，点啊拍，半点钟久啊，半点钟久，雷雨包点啊一直拍，我半点钟的时间伫窗仔门边啊，毋捌经验到即种大自然的迄种气力，上面着惊，上面佫目睭离袂开，一直看。这是一种宗教神圣的经验。若经验到上主的神圣甲伟大，咱就会知影家己的有限受造。甘尼文伫基督教要义这本为着信徒写的手册内底，讲起真出名的话。伊讲只有真正认捌上帝的人，才会当真正认捌家己；只有真正认捌家己的人，才会当真正认捌上帝。这是基督徒一生爱学习的功课。咱怎样经验到上帝，才搁较深知影家己是甚物款的人。咱搁较深去认捌家己的有限，咱才会当去体会到上帝神圣、公义、伟大。这是今仔日以赛亚真特别的经验。毋望咱的信仰经验中间，嘛会当学习这种神圣的体会。第二点，今仔日经文真出名，就是以赛亚受呼召，经验到这个神圣的戏剧性的体会以后，上主叫撒拉弗来清起以赛亚的嘴唇，然后呢，宣布讲你的罪得到赦免。但是赦免了，毋是干那伫遐享受上主的临在那定，上主有工作爱伊做。所以上主就伫遐讲，什么人要替我出去做工啊？以赛亚回应讲：我伫遮，请找我。伫咱做基督徒，咱讲做一个门徒的人生的经验中间，上帝嘛常常用无共款的方式伫甲咱呼召，邀请咱参与伫伊的工作。咱是毋是愿意回应上帝呼召？可能毋是亲像以赛亚所做遐尼伟大先知的工作，但是任何美事服侍的工作，拢是上帝的呼召。咱台湾南部真出名的宣教师巴克勒牧师，伊大学的时阵伫 Glasgow 大学，缀迄个当时英国出名的科学家 Lord Kelvin 研究电气。伊咧敢若做大学生的时阵，伊甲老师做的一个实验，就去用登录伫大英百科全书内底。所以真侪人对巴克勒少年的时阵就足期待，有一天伊凡世当成做大科学家。但是巴克勒16岁的时阵参加营会，伊就已经写一份献心文。献心文内底真清楚讲，上主，我将我一生献予你，你爱我去叨位，我就去叨位。后来伊就决志要成做宣教师，去读神学院了，就派到咱台湾。后来伊甲太太结婚了，当年生日的时阵，两个人拢伫献心文顶头佫签名，签一届，每一年拢签一届，表示迄个受呼召献身。伊永远牵条伫伊的心。几年前，咱也有看教会公布，就知影伊的家族将即个献身文捐互咱，所以阵仔囥伫台南神学院，诚做一个真要紧的
一个咱讲古迹，嘛是一个信仰的见证。吼，上帝呼召侪人，也呼召你我，咱伫咱会当做的工作顶头，也着回应上帝的呼召。最后第三点，今仔日的经文足沉重的这个所在，就是后壁这段。先知叫以赛亚讲，你着爱去甲子民讲，恁听搁听，毋过袂明白；看搁看，毋过袂了解。心会钝，耳孔会动，目睭会花啊！而且上主哪亲像无爱因活倒转来得到医治。所以以赛亚面对这心冷的子民，伊就一直问上主：主啊，着搁偌久啊？你敢会当停落来，莫搁甲因安尼，互因心硬？所以这段经文，互真侪人读到时阵心真震动。真有意思的是，到新约的福音书，福音书的作者看见当时的犹太人无要接受耶稣的信息，拒绝耶稣，因嘛伫遐想，是安那会安尼？所以伫福音书内底，咱的马太福音13章、马可第4章、路加第8章，咱拢会读到。福音书的作者就引用咱今日这段经文，伫遐讲，这个人心硬、耳孔动、目睭花，无爱接受耶稣的信息。上帝是安那，爱互咱心紧软落来，互人心硬。这有真深的道理伫遐，因为福音毋是简单的啦。福音毋是讲哦简单，要你破病我随甲你医治，你行毋着路我随甲你变转来，啊是讲福音真容易，吼，啊是有些人讲恩典真俗价。恩典真俗价，廉价的恩典。有真侪人想要得到福音，讲啊，我来搭一下便车会使无？福音毋是安尼简单呢，无迄个绝对的保证，无讲你要治就有的。所以今日经文用人的心会钝，人的心会愚戆，以及迄个可怕的结果，对咱提出警告。心若钝、麻痹，就无法度简单倒转来正路。咱今仔的社会其实甲当时犹太社会真像啊，咱嘛活伫真麻痹，啊是麻醉的一种社会内底。咱对真侪代志无感，有的人活伫物质成瘾的一种状态。还是讲药物成瘾的状态，嘛是另外一种无感。啊是咱对真侪代志无感，对战争无感，对暴力无感，对咱家己过自我中心的生活无感。这个名单甲读起来，甲咱顶礼拜5章讲遐个要在下的人，要面对在下的人的名单足像的。所以。伫遮先知的讲主啊，着偌久是对咱一个足要紧的提醒，咱着爱毋通过心硬，还是无感。最后一节讲树头，留一个树头，要成做圣的族类。树头这字真有意思，树头这字英文讲 stump， 树头 stump 嘛是栏杆的意思。你行路行到一个所在，拄到一个栏杆 stump， 过袂去，行袂过去。所以伫遮咧提这树头，嘛是一种挑战。你要怎样跨过树头？你都要经验迄个苦难，经验迄种挣扎，你才会当去经验到上主的恩典。先知以赛亚知影，无偌久以后，亚述的人。亚述的军队要来，搁落去巴比伦要来掠
犹大国的人，这就是南关。哦，无经过这个南关，无法度有迄个狩猎归回的经验。福音书的作者嘛同款，福音书的作者知影，头前礼拜五就是受难日，耶稣要经历12个迄个难关，无经过拜五12个难关，咱无可能跳过这个，就想要直接去到礼拜日的过活节，无经历这个苦难的考验。无法度经验到国外的愿望，咱袂当讲跳过狩猎的经验，就要得到狩猎以后的自由。咱嘛袂当讲跳过拜五的受难日，就要去到礼拜日的过活节。那安尼想，用罗德马丁的话来讲，咱就会落落去成功的神学，还是落落去一种荣耀的神学。袂记哩真正的福音。是12个福音。今仔日以赛亚提醒咱，主啊，着偌久？伫讲苦难甲生命中间真侪经验，要帮助咱行过信仰的道路，找到上主的救赎甲愿望。希望咱继续通过以赛亚这本册来学习信仰的功课。咱三角下头来祈祷。阮天听人的上帝，阮今日通过以赛亚真特别经验着神圣的经验，以及伊受调来成做你的使者的经验来学习信仰的功课。也看见以赛亚面对一阵心硬的子民，也互阮想起阮常常心嘛真硬无感。恳求你将信仰的难关放伫阮生命经验中间，互阮通过难关来磨练，通过试炼来活出信仰的经验。人生的道路，信仰的道路是无容易的路，但是主你的恩典有够用，要引带阮继续向前行。愿将阮信仰的道路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你带领保守，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44首，主你的调名何等清楚，请徛起面。
请坐。这时，咱要为着下面的4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暑假期间的外出学习甲旅游平安；第二项为着咱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的祈祷会；第三为着实践行公义、好人民的良善价值。请咱三角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苏县长刘乃瑜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恩典满满的天父啊，阮感谢俄罗你，求主保守教会兄弟姊妹甲厝邻的人，伫7、8月份暑假的期间，出入拢有平安，旅游时顺利，伫学习上有好的规划，游玩过着约束的生活。也有智慧去选择对生命有益处的活动。阮要祈求主的引带甲信心的充满，互每一个人拢得到充足的休息，重新得到快乐。主啊，因为你的慈爱甲怜悯，互台湾的人民会当过着民主甲自由的生活。感谢你赏赐阮遮尔宝贵的礼物。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来珍惜，来维护这个无简单才得到的民主甲自由。祈求你带领阮伫每礼拜5的暗时，做回来守护台湾，为台湾祈祷。互阮伫祈祷内面同心合一，用听甲智慧互相扶持。求主保守看顾台湾这块土地。会当成做一个公义、和平、仁爱、繁荣的所在，创造宇宙全能的上帝。阮将家己交托，专心来仰望你，求你来引带教示阮，会当活出你的样式，会当知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特别祈求主来帮助台湾的掌权者。政府官员追求你的心意，超过人的利益，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保守阮逐人的心，互社会更较安定和谐，互台湾成做真正的福音之岛。有一日会当将阮的见证分享到全世界，来荣耀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这时，咱大家站起来，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请咱现开周报通知事项。第一项，这个儿童主义咯，伫这个今日要来办一个耍水的活动。是11点要伫主义路教室来用餐，12点半要伫这个美苑甲中庭的所在来举行活动。欢迎亲子来参加。第二项，小会伫这个6月16号有通过聘请张家运牧师担任本会关怀牧师，定伫8月前来赴任，才阁安排就任的礼拜。张牧师目前是寿山中会罗雅教会的主任牧师。伊的丈夫蔡明伟牧师目前伫担任台湾圣经公会圣经翻译专员。第三项，7月12号暗时7点，要伫这个所在举行太极的祈祷会，欢迎兄弟做伙参加。第四项，咱赵牧师甲蒲牧师因全家要来登去韩国述职甲受假，愿上帝看顾因平安。第五项，7月14号下晡2点，伫遮要来举行新学礼拜日，要邀请陈韵如来分享这个为着听来远航。伊莱莎牧师娘甲宋伊丽莎白医生的绘本甲创作的见证。第六项，伫7月21号。暗时6点半，要伫这个所在来举行人权的影展，请欢迎咱的兄弟来参加。这个团契消息，少年团契伫下午10点的时阵是博轩老师来主理，10点40青年牧区是朱纯正医师来主理。青年牧区布拉伯小组较晏1点，要伫宣告中心2楼和罗冠伦弟兄主理。第4项、第5项就是妇女团契甲上年团契暑假暂停聚会。学生团契伫拜六这个暗时6点的时阵，要伫主流教室聚会。辅导群要来分享。约拿记第1章甲第2章，系咧叛逆的先知约拿。开会消息，下晡1点，小会长执会要伫这个203教室来召开，请中职备办心参加。教界消息，7月13号拜六的时阵，2点甲4点半，要伫咱这个所在。有一个叫做曹次斌医师的新书分享会。第二项，7天中会暑期的儿童门徒营，伫8月13甲14号要来举行，欢迎小学生报名。第3项，7天中会妇女查经班，伫8月7、10点甲4点的时阵。
要伫相连教会7楼，请曾宗士牧师来带领。第4项，咱伫7月20号要来举行宣教书返国述职的联合礼拜，邀请到咱的伙伴咱的精兵协会甲伙伴教会共同裁遣的宣教师来伫咱本会遮来分享。以上报告，即是咱请陈牧师介绍请安。咱今日有来宾吼，为高雄建工教会甲景美教会来的即个陈淑卿甲即个陈淑慧，另外阁有2位，拢总4位，唔知请起立哈。真欢迎吼！咱兄弟，请咱彼此请安吼。做位来吟圣诗，就是每遍诗。圣诗389首，俄罗上帝至高至尊。吟诗煞要来请陈牧师祝祷，请徛开吟。愿上帝平安，保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灭岛避讳，若有需要带岛的兄弟，请来到教会徛济南路的雨伞卡，甲其他的兄弟来参加这个中庭的地饼会交易。